台北市长蒋万安下晡搁到这个公安事故现场，当然现场的情形安怎伊看过了后，对咧讲关心以外，嘛加这媒体做报告，希望讲这个代志使好好收煞，来听上新的情形。的事故，我们台北市政府非常坚定的立场，也非常清楚，就是严查重罚。第二，基泰建设以及福义营造。 在台北市全市所有的施工工地，我已经要求都发局来要求全面的停工。第三，上午我也请劳动局针对福义营造还有基泰建设在台北市全市所有施工工地来进行全面劳检，上午也已经完成全面的公安检查。第四。 针对住户相关的安置，还有衍生相关的费用，我也强力的要求建商一定负起所有一切的责任。另外，针对这一次，我上午也到安置住户一一的去拜访，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也再三的跟他们强调说明，台北市政府一定确保大家的权益，该追究的责任一定追究到底。 该要负起的责任，相关建商或承包厂商一定给我全面的负起。在没有负起任何责任之前，休想在台北市动任何一个案子。另外，我也已经要求都发局来针对台北市全市施工中的工地、开挖中的工地进行全面清查。所以都发局也已经委托4大工会。 以及在下周一开始即刻进行全面的清查。最后，法务局这边也已经筹组义务律师团，我们根据台北市政府重大灾害事故法律咨询的作业要点，我们已经筹组了律师团，今天就会召集住户召开法律咨询的说明会，同时住户也反映后续相关求偿的问题，我们。 也会请律师收集住户各方的意见，现在已经在整理以及撰拟相关的文件，也就会即刻提出假扣押以及相关的保全程序，相关的律师费用，我们台北市政府法务局这边也都会编列预算来补助全额的支持。想问一下，因为有一栋倾斜最严重的一栋，它可能要拆，然后大家都想问说，那它的不全责是怎么不全责？是在这边盖一栋全新的吗？还是用折旧的钱去赔？这个是差别。我们都会在整个状况稳定、全面了解整起发生的原因之后，在这边如果确定是要拆除重建，我们也会要求厂商负起责任。 后续我们也都会跟厂商来要求，那这部分也会要征询住户相关的意见。在这边，我们一定是确保未来是安全，以及依照住户他们相关的需求来进行，以及针对相关的责任，一定要求厂商负起。市长想问一下，因为今天基泰建设都没有对外来做任何的说明，那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有质疑说是不是连市府都找不到基泰建设？ 我们一定是要求基泰建设、福义营造负起全面的责任。我刚刚有在说过，我也再次强调，没有负起任何责任之前，休想在台北市动任何一个案子。这个态度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一定会协助住户来求偿，来进行相关的法律诉讼。我们也正在准备当中，即刻提起相关的保全程序。 像你刚刚说建商要负起一切责任，那难道北市府都没有责任吗？因为早上那个议员都有说，民众已经陈情很多次了，那包括那个建管处跟都发局都有一些相关的让他们觉得不公允的这些回应，那难道这些局处都没有要负责吗？针对相关局处在处理事情上面的责任厘清，第一。 我们会回过头全面的检视整个事情的原委。如果建管处相关单位是依照相关规定执行，但是仍然在机制端发生问题，我们一定是全面检讨过去所有的 SOP 来检视、调查以及厘清，不允许未来再有任何这样的情势发生。第二，相关局处的责任，不管是从住户一开始的申诉，到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当下断定是否有违失或有误，有任何处理不当，
我们一定依法追究，依法办理，该怎么处理就会处理，绝不宽待，也绝不护短。这是我们非常坚定而且清楚的态度。那中午为什么还去上广播节目？因为留言的网友都骂翻了，说出作秀。我们一定是借由任何机会来向所有民众报告即刻处理的任何进度，就像现在在现场，我们也是随时让大家知道我们即刻处理的进度如何处理，以及安置的作业、民众的需求，住户也会需要了解我们相关律师团队的筹组，他们希望后续求偿是否能够协助，我们都过各种方式来清楚对外说明。因为前几天应该是停水停电的，最快住户到底何时可以回家？我们已经让住户陆陆续续在安全无虞状况之下回来拿东西。那我们现在还是持续的监控，包括我们有土木技师工会的理事长相关专业人员在现场持续监测，我们也有相关的设备，一定是确保安全无虞，才会让住户回来拿东西、取物件，甚至是确保安全无虞之后，才会让住户回来进驻。这个我们是非常要求，也是最优先的考量。所以上午在跟住户见面的时候，他们再三的希望能够回来拿东西，有贵重的物品，有重要的文件，甚至有说要拿药品的，我都还是跟各位住户说，很抱歉，现阶段暂时还没办法让大家回来，但是刚刚了解，在周边的几个住户，在土木技师工会还有专业工程人员鉴定，确保安全无虞，我们由专业人员陪同之下，可以回到住所拿东西，陆陆续续让他们回来。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针对这摆公安事故，咱们期待讲台北市政府一当好好啊善后。继续的观察，同时。Hello， 我是谢嘉璇。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